睇完吳宗憲哥爆出嚟嘅猛料之後，先至終於明點解許亞軍私底下會對小 S 咁冷淡啦。原來呢一切都係小 S 自己攞嚟衰㗎。啱啱開始，大家仲以為佢許亞軍係一個冷血到極點嘅男人，老婆經歷咗咁多痛苦嘅事之後，佢竟然仲可以無動於衷。實際上呢啲都係小 S 當初去參加嗰啲不雅聚會搞出嚟嘅。如果唔係吳宗憲將呢啲內幕爆出嚟，恐怕個個都俾小 S 呃咗啦。喺搞彎自己嘅幸福生活之後，小 S 又有諗法，想家姐都行佢條舊路，落力撮合家姐同具俊晗和好。吳宗憲喺直播間爆嘅料究竟係堅定流㗎？明明喺呢一件事之前，佢哋兩個關係都係好鬼 friend 嘅合作夥伴，點解依家反而互串到咁行㗎？喺小 S 冇咗屋企人同事業受到威脅嗰陣，觀眾最好奇嘅就係點解作為老公嘅許亞軍反而好似冇事發生咁。佢對於老婆身上發生嘅呢啲種種事情，佢都冷漠到極，就好似唔關自己事一樣。呢一樣嘢亦都搞到許亞軍直接俾網民瘋狂鬧爆。面對呢啲指責，佢都從來冇為自己解釋過。啱啱開始，觀眾以為呢個係佢心虛嘅表現，直到吳宗憲透露出嚟嘅重磅消息，先至令大家明白，原來佢唔回應係為咗保住小 S 嘅面子。個個都話喺呢一段感情入邊，小 S 係最委屈嗰一方，但事實恐怕同大家所諗嘅完全唔一樣。據吳宗憲講，許亞軍喺唔知老婆過去嗰陣對佢都好好㗎，錫到佢窿咁滯。但後來知道老婆之前做過嘅事之後，佢個心就對小 S 有咗啲唔舒服。完全估唔到老婆喺之前竟然會成日去一啲不雅場所。呢啲已經唔係小 S 第一次同呢啲不雅場所扯上關係啦。除咗吳宗憲喺直播間爆呢件事出嚟之外，之前嘅黃子佼都做過狗急跳牆嘅事。當佢見到自己個形象因為去到呢啲不雅場所同影咗某啲女仔嘅不雅相之後徹底玩完，佢都想拉多幾個人落水。佢首先就將目標擺喺大 S 同埋小 S 呢兩姊妹身上。當時佢就提到呢兩姊妹私底下做咗好多黐線嘅嘢，而且期間仲有啲相都傳咗出嚟。只不過後來可能係 S 家使咗啲手段，搞到嗰啲嘢都冇晒影啫。就喺大家差唔多唔記得呢件事嗰陣，吳宗憲又將呢件事推上咗熱搜。睇完佢爆出嚟嘅猛料之後，許亞軍嘅口碑即刻就有所反轉啦。如果情況真係好似吳宗憲所講咁樣，咁小 S 就真係唔值得大家心痛啦。換轉係一個正常男人，肯定都冇辦法接受自己老婆做出咁挑釁自己嘅行為。對於呢一件事嘅真假，依家唔少觀眾都覺得好有可能係真㗎，因為小 S 私底下不嬲都玩得好癲，佢做好多事嗰陣都從來唔會考慮老公嘅感受，例如同一啲男人影大尺度嘅相，佢影完呢啲相之後，甚至仲叫埋奶奶同老爺一齊睇，咁樣真係將老公嘅尊嚴踩喺腳底下。依家吳宗憲嘅爆料唔單止令小 S 嘅人品俾全網質疑，就連小 S 嗰幾個女都冇走得甩。對於小 S 呢幾個女，網友都係麻麻地中意，尤其係佢二女同三女。喺呢件事之前，台灣就有藝人爆料，小 S 呢個三女私底下係極之囂張跋扈，一啲都唔尊重人。面對個女咁囂張跋扈，本嚟以為小 S 做阿媽嘅肯定都會對個女嚴加管教，點知估唔到小 S 竟然仲縱容自己個女做啲咁嘅事，唔單止對細女咁溺愛，對二女都係一樣。當二女喺網上引發一系列爭議嘅時候，小 S 如果真係一個明事理嘅阿媽，就應該鬧個女啦。畢竟當時確實係佢個女做錯事。作為一個中國人，許紹恩喺賺緊中國錢嘅時候，反而覺得英文係自己嘅母語。呢樣嘢亦都辣得咗唔少網友，覺得佢真係囂張到極。當個女做錯事之後，小 S 完全冇鬧個女嘅行為，仲喺社交平台鋪母女之間嘅合照，好似想透過呢種方式話俾其他人知自己個女冇做錯嘢咁。
睇完小 S 教女嘅態度之後，大家亦都終於明白點解吳宗憲唔准自己屋企啲細路同小 S 啲細路一齊玩嘅原因。同呢啲細路玩埋一齊，就算品性幾好嘅細路，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唔單止咁，小 S 仲將目標擺喺親家姐身上。呢一點從之前大 S 同汪小菲一齊錄綜藝節目就可以睇得出嚟。啱啱開始，大家喺睇到佢哋兩個之間嘅甜蜜互動嗰陣，都覺得佢哋兩個嘅感情確實好幸福。但自從小 S 都嚟到呢一個綜藝節目之後，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就變得有少少緊張啦。當時嘅小 S 唔單止對姐夫冇任何尊重，同時仲有諗法想破壞家姐同姐夫嘅感情。換轉係正常人喺見到姐夫嘅時候，肯定都會有禮貌咁對待。而當時嘅小 S 直接就叫全名，唔單止咁，仲成日挑撥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呢個時候就有人覺得小 S 可能係對汪小菲有啲意見啦。如果唔係，點會想破壞佢同大 S 之間嘅感情？當時嘅汪小菲亦都正式察覺到佢嘅諗法，所以希望老婆可以同小 S 保持一定嘅距離。喺佢睇嚟，如果唔保持距離，兩個人嘅感情肯定會離婚收場。對於小 S 呢一種反常，當時嘅張蘭亦都一樣意識到，為咗唔想個仔同新抱嘅感情俾啲三唔識七嘅人影響到，張蘭都只好同大 S 講，一定要將你自己嘅家庭擺喺第一位，千祈唔好俾某啲人影響到。當時嘅大 S 如果真係有聽佢哋兩個講嘅嘢，段感情就唔單止唔會離婚，同時亦都唔會咁後生就喺日本冇咗條命啦。不過呢個時候亦都有人想問，點解小 S 偏偏要拆散家姐呢段感情？呢樣嘢或者都同具俊晗有啲關係。如果話具俊晗各方面嘅條件同名氣都好過汪小菲，小 S 咁做，大家仲可以理解成佢係想家姐過得好啲。但係具俊晗嘅實際情況反而令好多人覺得擔心，唔單止荷包冇汪小菲咁疊水，而且個樣都同汪小菲冇得比。但係佢反而好似想死命拉攏佢同自己家姐嘅關係。呢樣嘢亦都唔咁令人覺得佢係想家姐嘅生活都同自己一樣。如果當時嘅小 S 冇破壞家姐呢段婚姻，咁當時嘅大 S 又點會同佢哋去病毒感染當時非常嚴重嘅日本？當小 S 嘅人品遭到瘋狂質疑嘅時候，吳宗憲嘅用意亦都俾大家質疑咗。明明喺呢件事之前，佢同小 S 一家嘅關係確實係比較唔錯，咁點解依家又對小 S 有咁大意見？相關嘅答案，小 S 肯定係最清楚不過啦。如果當時嘅佢冇喺背後偷偷搞小動作，吳宗憲又點會嬲到咁？呢一切仲要從小姐不熙娣呢一個綜藝節目開始講起。喺大 S 仲未過身嘅時候，小 S 喺呢一個節目上面係絕對嘅王牌主持人，佢每一期嘅收視率確實都非常之好。但係自從大 S 過身之後，佢就已經冇心機去主持相關嘅節目啦，亦都冇辦法繼續喺舞台上面同其他人有講有笑。喺種種因素嘅影響之下，小 S 最終都係揀咗請假。但請咗假之後，呢一個節目肯定仲要正常錄製㗎，所以吳宗憲就叫咗自己個女過嚟緊急頂上。明明對方係好心嚟幫小 S 嘅，咁點解小 S 又有諗法喺背後搞小動作？因為佢發現對方主持呢個節目嘅收視率相當之高，呢樣嘢亦都令到好多品牌同金主都非常之重視吳宗憲個女。提到對方喺呢個節目上面嘅地位變得越嚟越高，如果小 S 真係覺得好擔心，佢完全就可以提早復出，咁樣就唔會對佢嘅事業帶嚟任何影響。但令人唔明嘅係，當時小 S 既唔肯復出，又唔想其他人幫自己主持，所以就喺背後搞小動作。當呢啲小動作傳到吳宗憲耳邊嘅時候，佢都覺得對方嘅人品真係令人擔心。明明係好心好意去幫佢，點知最後仲換嚟佢反咬一啖。好似咁嘅人，吳宗憲又點會唔將佢嘅真面目爆出嚟？你覺得依家小 S 仲有冇翻身嘅機會啊？